法治係社會穩定發展嘅基石，一個公正高效嘅司法體系係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嘅最後一道防線，係實踐法治嘅核心，亦係增強公眾信心、凝聚社會共識嘅關鍵。過去一年，澳門司法機關喺維護司法公正、提高司法效率、完善司法制度等方面取得咗紮實嘅進展。喺澳門嘅司法史上，從來沒有似今日咁樣，我哋擁有咁多嘅司法官，擁有咁多嘅司法文員，政府亦都從來冇好似今日咁樣重視司法機關嘅軟硬件嘅建設。作為一位老司法嘅人，我為此感到十分欣慰同埋自豪。